我哋成日話殼從口出，但去到晚年，好多父母勞碌咗一世，心入面有太多委屈，太多感觸，好想同仔女傾幾句真心話，但往往一句説話講得唔好，就傷咗感情，涼咗親情。所以我話有5種説話，寧願爛喺個肚入面，都唔好對住自己仔女講，否則多半晚境亂涼。你以為係表達緊份愛，其實喺仔女聽落係責備，你以為係提醒緊佢，仔女卻覺得係度控制緊佢。有時一句無心嘅説話，隨時令親情變得生硬，甚至令仔女同你越走越遠。我一生見過太多父母，年輕嗰陣辛苦，年老嗰陣寂寞，佢哋心地善良，偏偏張嘴太直，話太急，心諗係為仔女好，但講出口就成日錯晒，講多咗仔女嫌煩，唔講又覺得屈，於是成家人越走越遠，有啲甚至老死不相往來。中庸講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，發而皆中節謂之和，意思係話人嘅情緒要有分寸，愛亦都要有節度。父母對仔女嘅愛，如果帶住怨氣同執着，就唔係愛，而係速實。呢個正正係好多老人家晚景蒼涼嘅根本原因。我哋成日話嘴上積德最難，人去到晚年更加要識得，有啲説話幾真都好都唔講得，有啲事幾啱都好都唔使提，有時唔講係最大嘅慈悲，因為守得住把口先至係真正嘅修養先講。第一種唔可以同仔女講嘅説話，就係關於錢嘅説話，特別係財產同遺產。我見過太多家庭唔係輸喺貧窮上面，係輸喺個錢字上面。錢呢樣嘢睇得見摸得着，但佢最能夠試人心。有啲父母成日心痛自己一世辛苦，忍唔住同仔女講呢啲錢將嚟全部都係留俾你嘅。聽落係冇錯，但其實係歌根仔女一聽得多，心入面就開始計數。父母仲喺度，佢已經開始諗遺產點樣分。去到嗰陣，親情就唔再純粹，而係變成利益嘅拉樹。已經有一句話：富而不卑，貴而能下，乃天地之德。意思係錢係天地賜俾你嘅，係福氣。但如果你拎份福氣去考驗人心，就係逆天。錢係要留，但説話唔可以亂講。你如果在仔女面前談錢，佢哋嘅心思就會變；你如果在仔女面前分錢，佢哋嘅感情就會散。有一位老人家乃人，年輕嗰陣白手興，老婆早死，佢一個人搣大3個仔女，佢最疼小兒子。平時食嘢着衫都特別偏袒，佢成日喺人哋面前講我老啦，財產都留俾細嘅。2個哥哥聽在耳入面，心入面漸漸覺得唔平等。老人病重嗰年，屋企幾次因為遺殃嘈翻天。老人去世嗰日，3個仔冇一個喺床前守住。葬禮嗰日，佢哋仲未分到房產，差啲打交。村入面啲人話嗰個老人命苦，但我就話嗰個唔係命苦，係佢守唔住把口。你看錢冇變，人變咗人，點解會變？因為嗰一句將來全部都係你嘅，喺仔女心入面埋下咗貪字，貪念一起，福氣就散。道德經講知足者常樂。父母要識得財產留俾仔女係物質，教仔女識福先係根本。你如果成日將錢掛喺嘴邊，仔女就只會記得錢而忘記咗情。真正聰明嘅父母唔會對仔女講我留幾多俾你，而係讓仔女睇到你雖然年老，卻依然自立自尊，嗰份氣場先係仔女一生最大嘅依靠。錢唔係恩情嘅證明，係人性嘅考驗。人如果心唔齊，錢再多都分唔到福；人如果心有德，即使貧窮都能夠聚財。所以易經話：天道母親常與善人，天唔偏袒邊個心正，邊個就得福。有啲老人家總係中意對子女話：我一世辛苦賺翻嚟嘅錢，全部都係為咗你。呢句説話其實最傷仔女個心。你覺得嗰係愛，但仔女聽落係負擔，因為嗰句説話令佢由感恩變成愧疚。
由愧疚變成抗拒愛，唔應該帶債。一旦愛變成咗債，嗰種關係就變味啦。父母養兒係天性，仔女孝順係人心。如果你成日拎養育之恩去壓人，仔女遲早有一日會覺得攰。記得有一位老太太成日對個仔話：你如果唔係我當年拼命養你，你早就餓死咗。個仔表面笑住，心入面卻開始疏遠，漸變佢搬出去住，連節日都懶得返嚟。老太太病咗，仲喺度攬氣話：我對佢咁好，佢點解會咁？其實佢冇明白，佢嘅好被冚死喺説話入面。嗰啲説話唔係溫暖，係枷鎖仔女需要嘅，唔係恩情嘅清單，係愛嘅沉默。你如果愛佢，就唔好成日話我為你做咗幾多幾多，讓佢去感受，而唔係用耳去聽。有時一碗熱湯，一句慢啲行，勝過千言萬語嘅買豆。中庸講：公而無禮則勞，勝而無禮則愚。愛都要有禮，所謂嘅禮就係懂得分寸，懂得沉默。有分寸嘅愛先可以令仔女自在，有分寸嘅父母先可以晚景安康。有啲老人家仲中意拎錢試仔女個心，佢哋扮病睇下仔女嚟唔嚟，佢哋扮缺錢睇下仔女幫唔幫，結果呢，試來試去，試壞咗段關係。人心係唔可以試嘅，已經有云：試人者反受其殃。因為一旦你試佢，就帶住懷疑；一旦你懷疑，對方嘅心亦都會冷落。懷疑多咗，愛就斷咗。所以記住，錢係要留，但把口要守。唔好喺仔女面前講點樣分財產，唔好用金錢嚟陪住親情。該幫嘅時候幫，你該退嘅時候退。福氣唔在於你俾幾多，而在於心安。大學入面話先修而後家齊。父母如果想家和，就要先修自己個心。修心最好嘅方式就係守住口德，能唔講嘅就唔好講，能唔提嘅就唔好提，讓該嚟嘅順勢嚟，讓該走嘅隨緣去。呢個先係天道嘅智慧。我哋繼續講第二種唔可以同仔女講嘅説話，就係關於偏心同埋陳年舊事嘅説話。有啲父母一生都冇咩做錯，唯一嘅錯就係心太軟，對仔女有偏愛，嘴上又收埋唔住，成日一句無心嘅説話，喺仔女心入面卻係永遠嘅黐偏心。唔係罪，但偏心嘅言論會毀掉一個家庭。有啲老人家成日對人講：大仔懂時細嘅最省心。講呢句説話嗰陣，佢哋覺得係喺度 call 緊人，但在冇被提到嘅仔女心入面，卻係一針一針咁拮落去。中庸講：無偏冇黨，王道落波。偏心係人性，唔偏心先係修養。人如果偏心就破咗宗，屋企就唔和睦。我曾經見過一位阿媽，佢生咗3個仔，總係覺得老二最孝順，老大最有出息，而細仔最唔聽話。佢一世嘅咪度全部都圍住呢個最唔聽話嘅仔轉，佢對邊個都 call 老大能講，卻成日喺親戚面前數落細仔，結果越講越冷淡，越冷淡就越疏遠，到最後阿媽病咗，守喺床邊嘅唔係佢口中最好嗰個，而係嗰個最被佢鬧嘅細仔。嗰日佢喊住話：我錯啦，我偏心，可為時已晚。呢個就係命運嘅報應，唔係天去點罰你，係你自己個心所種落嘅結果。已經話有福為心，勿問緣雜。真正嘅孝順係心甘情願，唔係比較出嚟嘅。而父母如果成日拎一個仔女嘅好去刺激另一個仔女嘅心，就係喺度播種怨氣，怨氣一生，屋企邊度會有福氣？偏心呢件事講得越多，家運就越薄，因為氣唔和，家就唔旺。屋企係講和氣嘅地方，父母如果先失咗平衡，仔女個心亦都會跟住亂。記住，你愈在意邊個，愈要在言語上面克制。真正嘅愛係平靜，係無聲無息，反而先至最深。我哋再講舊事，有啲老人家一生都愛提過號，總係拿住細個嘅事、舊帳舊怨，反反覆覆話俾仔女聽。佢哋以為係喺度教育，
其實係喺度拉開距離。你細嗰陣我點樣辛苦，你知唔知道啊？如果唔係我當年幫你，你早就完蛋啦。你細個嗰陣幾唔聽話，我食咗幾多苦。呢啲説話講出嚟，對父母嚟講係安慰，對仔女嚟講係壓力。人到晚年，如果總係拿住舊事去教育仔女，就係活喺過去，睇唔到當下。道德經話執古之道，以御今之有執古之道，唔係捉住過去唔放，而係從過去悟出現在嘅智慧，過去嘅因，唔使掛喺嘴邊。過去嘅錯亦都唔好反覆提，提多咗仔女只會厭惡，唔會改過真正嘅教養。唔係我講你聽，而係我做你睇。沉默嘅愛比言語嘅愛更有力量。有時一個眼神一杯水，比千句責備更加溫暖人心。我哋繼續講第三種唔可以同仔女講嘅説話，就係失望同埋埋怨嘅説話。人老咗，心亦都變得脆弱。睇住仔女各忙各嘅，有時忍唔住會諗，我為佢哋操咗一世心，而家老啦，佢哋連一句問候都冇，於是我真係白養你啦。呢句話脫口而出，但係呢句係所有怨念入面最傷人嘅一句。你以為係喺度發泄委屈，其實係喺度毀滅親情。道德經話有冇相生，難易相成，有怨嘅地方就有愛，但如果怨氣太多，愛就死咗。有時你以為嘅關心喺仔女耳入面，其實係抱怨。你越怨，佢就越逃；你越講，佢就越疏離。易經講進退存亡，知時者昌。人活一世，要知道幾時要退。年輕嗰陣進，係為咗屋企；老咗該退，係為咗福氣。該放下嘅時候唔放下，就容易反過嚟傷咗自己。父母對子女嘅怨氣，似係一道無形嘅鎖，拉得愈緊，心就愈痛。其實有時唔係仔女無情，係父母放唔低。仔女有咗自己嘅家庭，有咗自己嘅世界，佢唔常返屋企，唔係忘記咗你，而係佢都有咗牽掛。你如果理解佢，佢會感恩；你如果責備佢，佢只會逃避。中庸講過猶不及，愛得太深就變成控制，諗得太多就變成厭煩。一個真正有智慧嘅父母，知道咩該講咩該，忍忍一句怨勝過千句指責，忍一時氣贏一時和。但世間嘅情唔係可以用硬碰硬去計散嘅。你如果心入面常怨，口入面常苦，嗰份福氣就會一點點散走。因為天道唔中意怨氣，怨氣係毒氣，會擋住你命入面嘅光。道德經話天之道，損有餘而補不足。老天最公平，你如果識得收埋怨氣，天會補你一份福報。你如果日日抱怨，天就會令你更孤單。真正嘅老來福唔係仔女幾孝順，係你可以笑住睇開，唔怨唔求唔計較，你嘅晚年自然就會安寧。我哋繼續講第四種唔可以同仔女講嘅説話，就係秘密同過好嘅説話。人到晚年最怕嘅唔係孤單，而係有太多心事冇人傾訴。有啲老人家心入面藏住秘密，年輕時嘅傷、舊日嘅錯，甚至一啲唔想俾人知嘅往事。有一日突然想通咗，就想對仔女講啲真心話，覺得講出嚟就可以解脫。但你要知道，有啲説話一旦講出口，唔係解脫，而係從負中庸。講誠者天之道也，斯誠者人之道也。做人要真，但真唔等於全講出嚟。誠在心入面，唔一定要全放在口入面。有些秘密唔講，心就靜；一講反而亂晒。已經話天地之大，德若生。天有德不言，地有載不覆。天地唔講嘢，卻養育萬物。人如果講多咗就傷情。有時唔講係智慧，唔講係修行。因為唔係每一個真相都需要俾人知道。真相如果唔能夠令人更加平靜，嗰種就係一種傷害。一個真正修養高嘅人，懂留白。道德經講知者不言，言者不知。有智慧嘅人唔會急住去解釋，有修行嘅人唔會亂咁傾訴。你如果能將秘密畫在心入面，嗰種就係一種放下。
因為放下過號先至可以輕裝走入未來。再講過號嘅説話，好多老人家鍾意回憶，呢個係人之常情。但有啲人唔只係懷念，而係執着，總係諗住我當年點樣點樣，總係拎自己嘅過號去俾仔女嘅現在。我年輕時幾能吃苦，你睇下我嗰個年代邊有咁多挑剔？我嗰陣時一個人養家，而家你兩個仲叫辛苦，呢啲説話聽落冇錯，但在仔女耳入面就變咗係一種無形嘅比較。你以為係喺度分享經驗，其實係喺度否定緊佢哋嘅努力。你以為係喺度傳承智慧，其實係喺度傳遞壓力。中庸講君子尊德性，而道問學父母該傳俾仔女嘅，唔係苦嘅記憶，而係修嘅境界。你如果總係談過號嘅苦，咁仔女心入面只有陰影。你如果談從苦中悟出嘅善，咁仔女心入面先會有力量，把苦轉化成悟，把痛化作德，呢個先係父母該留俾仔女嘅財富。我哋最後嚟講第五種唔可以同仔女講嘅説話，就係承諾同埋空言嘅説話。有啲父母一生習慣對仔女承諾，細個嗰陣話等你長大，我一定買層樓俾你。長大後話我老啦，呢層樓將來全部俾晒你。但現實往往事與願違，等真係要告現嗰陣，唔係條件變咗，就係心變咗。於是呢啲説話反過嚟變成怨氣嘅根源。已經講言行君子之苛基，苛基之法，榮辱之主也。意思係一個人嘅説話好似機關，開得好就得用，錯咗就有辱父母嘅每一句話都係宗旨。如果言出必行係信，如果言出無實就係傷。有啲老人家年輕時成日許願將來我一定幫你廟孫，等真係老啦，身體唔行啦，卻抱怨我為你廟孫累死咗。呢個時候仔女心入面亦都苦，佢哋唔敢反擊，但心入面已經軟咗。有啲老人家一生節對仔女話：你哋嘅婚事房事我都會幫，結果真係需要錢時拎唔出，亦都唔願俾仔女，心生失望。老人又覺得委屈。其實根子唔在錢，而在嗰句講過嘅説話，《道德經》話：信言不美，美言不信。真正嘅信唔在於漂亮嘅説話，而在於自然。父母如果講得多，做嘅小仔女就不再信你。一旦失咗信，再多嘅教詞都入唔到個心。語言係一種能量，你講一句好説話，家就和；你講一句虛偽嘅説話，氣就散。所以古人講慎言為德，慎言唔係沉默，係要令每一句話都有份量。真正嘅父母講説話少一點，行動多一點，哪怕只係一句我支持你，只要係真心，就比千句承諾更有力量。而空洞嘅承諾只會令仔女寒心。大學有言：誠意正心，修身齊家，成竹，係父母俾仔女最好嘅榜樣。言若誠，心就穩；心若穩，家就寧。最後，我哋講講整篇文案嘅核心。人呢一生最難收嘅唔係財富，亦都唔係地位，而係一張嘴，嘴上唔積德，再大嘅福氣都留唔住。父母與子女之間睇落係血緣，其實係一場姻緣。緣深就賠多一程，緣淺就住多一世。該講嘅講喺心入面，唔該講嘅留俾天聽。呢個唔係冷漠，係覺悟。易經講天地交而萬物通也。父母如果語氣平和，家中之氣就順；口中有怨，家中必生事。所以古人云：口是剝門，言是心聲。心若平，言自善；心若亂，言傷人。我成日話，晚年最大嘅修行係少說，唔係唔說，係令每一句話都能夠安撫人心。講一句暖一句，講一句受一句。一生節粒，年老後住在鄉下，每日早上佢對住自己話：今日不怨不怒不多言。呢句説話佢念咗20年，後來佢80歲，身邊雖無人照顧，卻氣息安然，面帶光芒。村入面啲人都話佢有福。其實嗰份福唔係人哋俾嘅，係佢守口得嚟嘅。中庸有言：喜怒哀樂之法，
皆終節，謂之和人如果能夠守得住終節，人生就不會走極端。父母如果能夠守口，家庭自然和順，唔講財，唔爭功，唔怨仔女，一顆心靜如水，嗰個先係晚年嘅福氣。唔在仔女身上求圓滿，唔在言語之間求回報，只求一句家人平安，呢個先係修行嘅最高境界。所以記住，有啲説話寧願爛喺個肚入面，都唔好急住講出口，因為講出去嘅唔單止係説話，更加係個命。守住把口先至可以守得住福氣，穩住個心先至可以穩住個命。天道母親常與善人善，唔係只係行善，係口善。一張嘴如果柔和，一世都會安然一張嘴。如果崇利再多嘅恩情，都會被消耗淨盡。人生去到最後，拼嘅唔係聰明，係慈悲，唔係能言，係能忍。會忍住把口，先係真修行。能柔言先係真福報怨。我哋都能夠懂得咩説話該講，咩説話該藏，咩恩要顯，咩愛要深。唔求言語留名，只求歲月留情。咁樣一嚟，你不但回晚景呢涼，仲會因為沉默而安，因安而福，因福而壽。你看世上多少恩怨，多少不合，多少遺憾，全部都係由一句説話開始嘅。一句講重咗，緣分就淡咗；一句講錯咗，親情就遠咗。我哋成日話我從口出，但好少人知道。福亦都係由口出，會講説話嘅人，逢人添亂，亂講説話嘅人，動氣傷福。有時你唔係被別人害嘅，係被自己嗰張嘴耗盡咗好運。易經有言：吉人之辭寡，躁人之辭多。吉祥嘅人講嘢少，急躁嘅人話太多。點解？因為心靜者能觀，心亂者只會反應愈快，愈容易講錯，講錯愈多，氣就愈亂。你想下，當一個人情緒激動嗰陣，聲音係咪變重？呼吸係咪變急？嗰個就係氣亂，而氣一亂，運就散。有啲人去到老都唔明白，點解自己越老越不得人心？其實唔係命唔好，係氣唔好。而呢股氣就藏喺嘴入面，嘴係氣嘅門戶，言係心嘅使者。你如果成日講怨言氣話，嗰股怨氣、戾氣、陰氣就從嘴裏出，從身體入。日子耐咗，屋企氣場就盤落，人緣就散。所以古人講，收口等於收命。收口得嘅人，家中光明；口不惡言嘅人，家運必衰。呢個唔係迷信，呢個係氣場嘅因果。中庸說言行固言，意思係話你要講說話就要對得住自己嘅行為，你要行動就唔好違背自己嘅說話。呢個叫言行合一，係一個人最基本嘅修為。好多父母去到老唔係冇錢冇屋，係冇人願意聽佢哋講嘢。點解？因為講嘢冇分寸，語氣帶怨氣，話入面藏情緒。日子耐咗，連最親嘅仔女都開始遠離你。你看言語呢件事看似細微，實質係人世家庭命運嘅根。易經嘅掹卦講：地中有山掹，君子以兵多益寡，清物平施。意思係山雖然高，卻藏喺地入面；君子雖然有才，卻不顯露。呢個先係厚德嘅智慧，能言而不露，能語而不傷。呢個先係修行一個真正有修養嘅人，從來唔拿自己嘅正確去壓人。佢講嘢有分寸，心入面有邊界，佢唔會當眾揭人短處，唔會喺背後論人是非，因為佢知道揭人短損得，論人非損福。有啲人以為自己口快係直率，其實嗰係心唔穩。直率唔等於無分寸，真誠唔等於無修養。講嘢要柔，唔係軟弱，而係一種內在嘅力量。道德經講：上善若水，水善利，萬物而不爭。水係柔嘅，卻能滴水穿石。一個懂得口柔嘅人，睇落退一步，其實係掌握咗全局。人到晚年，說話嘅語氣決定咗運氣。你愈溫和愈有福，你愈強硬愈容易孤獨。因為溫和嘅語氣係一種柔性嘅能量，強硬嘅語氣係一種排斥嘅磁場。好多人一世勤勞正直，卻無修出溫柔，去到老仲中意用命令嘅口吻講嘢。
你一定要聽我講，我食嘅鹽多過你食嘅飯。呢啲語言帶住壓迫感，仔女雖然表面唔反嘅，心入面卻在退縮。中庸講君子之道，譬如行遠必自磨，登高必自卑。意思係要走得遠，先要放低姿態；要登得高，先要公虛一個人去到老。如果語氣放低，嗰個先係真正嘅高貴。你看嗰啲德高望重嘅老人家，從來唔會大聲講嘢，佢哋愈老愈安靜，愈靜愈有力量，因為佢哋懂語言嘅力量唔在於音量，而在於心量。講嘢唔只係溝通，更係一種造化。你心入面係咩氣，講出嚟嘅話就係咩聲。你嘴入面係咩話，命運就成咩樣。一個成日抱怨嘅人，即便佢條件再好，都難得好運。因為怨氣令佢遠離貴人。一個心懷善念、口吐溫言嘅人，即便貧窮，亦都有人願意助佢易經。說同聲相應、同氣相求，你係咩氣場，就會吸引咩人。你嘴入面講嘅係咩，就會遇到咩樣嘅命。所以人到晚年一定要收口氣，少埋怨多感恩，少責備多讚嘅。你愈感恩，愈有人幫你愈讚嘅，愈有福氣。一個會講唔該嘅老人家，未必有錢，但係一定有光。一個常講都係命啦嘅老人家，未必唔信命，但心入面一定有怨福，唔在於外求，而係在於口中講咩話就結咩緣，收咩心就聚咩運。再講口德嘅更深一層，其實就係敬。古人講敬字當頭，百福自來敬，唔止係敬人，亦都包括敬口言語。如果敬，天地都會感應大學。術自天子以至於庶人，一事皆以修身為本。修身由邊度開始？由口開始，口正，心就正，心正，氣就順，氣順，命就通。有一個鄉下老人家，一世唔識字，卻極有德行。村入面啲人都中意聽佢講嘢，因為佢講嘢好慢、好清、好真。有人問佢：你點解從來唔發脾氣？佢話：氣從口出，福從口入。我要留住福氣，唔要放出怨氣。一句話比一部經書仲要深。呢個就係收口嘅境界。你如果識得守嘴，老天就會護住你，因為你嘅氣無亂，天地就與你和睦。其實人老咗最難嘅唔係冇伴，而係管唔住把口。有啲人孤獨係命，更多人孤獨係因為張嘴。因為你如果總係想表達解釋、抱怨批評，就容易令別人遠離你。而你如果能夠安靜、溫和、慈悲，你會發現身邊嘅人自然靠近，心入面亦都越來越亮。易經講靜以修身，勒以養德。靜唔係沉默，係心嘅安寧。啱唔係論默，係口嘅節省，少言多思，先至可以知人。慎於守心，先至可以養命。當你學會唔急住回應，唔急住講對錯，唔急住表達情緒，你就會發現原來好多煩惱都能夠化於無形。有啲人總係問：點解我愈老愈冇人聽我講？其實唔係冇人願聽，係你話太多，氣太重，語言太密，氣場就封閉。當你學會留白，天地先至會與你呼應。所以人老咗最應該收嘅唔係身體，係口與心。嘴上唔亂言，心中唔亂想，言不出怨，心不生氣。呢個係養晚年福氣嘅根本。一個收口嘅人，晚年平靜，氣順少病；一個多言嘅人，晚年焦慮、氣亂、易怒。呢個就係口業嘅果報。中庸說：天命之謂性，率性之謂道。天命不可改，但個性可以養你。如果口上柔，心上靜，命就隨之轉。不收口，不養性，命就會亂。所以唔係命唔好，係嘴太快；唔係人心涼，係言太重。記住，命由心造，福由口生，言有得天自有。口積怨，福自消。有時人老咗該説嘅唔説，其實唔係逼住，係一種修養，係懂得分寸，懂得沉默嘅力量。真正嘅智慧唔在於滔滔不絕，而在於點到即止。因為話一出口就失咗靈氣，話留3分，天聽7分。古人講天道無言而不為，人道多言而多毀。老天從來唔講嘢，
人講太多，反而違背咗禮數。所以去到最後，最高嘅修行唔係教化別人，係度自己。度咩？度嗰張嘴，度嗰顆急於表達嘅心。當你能做到一念不怨，一語不怒，你會發現天地都靜咗，身體都輕咗，連命運都順咗。願我哋老去嗰陣，心中無怨，口中無惡，講一句暖一句，笑一聲新衣福，不亂言，不多語，不傷人，不自傷。讓每一句話都成為修行，讓每一次沉默都成為慈悲道德經。最後一句話夫唯不爭，故天下莫能與之爭。你唔爭不與，天地自然與你同平。嗰個先係真正嘅福氣，係人生最後嘅自在與圓滿。